本人姚文松在此聲明，我反對紅姐濫交嘅行為，所以我要向流落下賤下流卑鄙無恥嘅長輩講聲對唔住，所以你哋要停止鬧我。最近有個好鬼出名嘅八卦新聞，就係關於一個38歲嘅男仔啦，喺中國南京嗰度出事噶。呢個38歲嘅男仔男扮女裝喺網絡上邊出現啦，而且好多男仔上釣，據說有上千個男仔俾佢呃咗。紅姐聲稱可以提供免費性服務咧，上咗門咗先至發覺原來我唔係叫緊雞，我係叫緊鴨喎。當下當然係憤怒啦，不過佢哋嘅多巴胺都係壓唔落嚟，所以先至會隨口講咗唔嚟都嚟啦。嚟啦！即使佢哋語氣係好無奈，我好憤怒嘅語氣，但係呢句說話都係依家網絡世界好鬼出名嘅一句話。早語社淨係睇到呢句話咁鬼勁爆，所以乾脆就攞呢句話嚟當做影片嘅素材，嚟教下早語裏邊泉州話、福建話、客家話、廣府話、潮州話究竟要點樣講出呢句生活化而且好隨機講出嘅一句說話啫嘛。但係就好多長輩就嚟鬧我啦，你卑鄙無恥下賤下流，我冇鼓吹過濫交，所以就唔好砌我生豬肉。然而紅姐之所以出事係因為佢涉嫌偷拍同男仔嘅性行為，而且仲要上傳到網絡牟利，所以喺2025年7月6日，將南京警方以傳播違禁物品罪將佢拘留。如果查出紅姐明知會患上性病又冇做好安全措施大號嘅話，就會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嚟將佢起訴嘅。我在此聲明，我唔係獵奇，我淨係反思緊我哋嘅祖語，唔係淨係平淡得過嘅說話啫。我哋祖語係正在線文化記憶，我哋嘅思維如果失去咗祖語，就等於冇咗骨頭，企唔上嚟噶啦。咁我想請問下，如果唔用八卦時事嚟作為影片嘅素材，不如你教我啦，我究竟要點樣博取更加多人嘅關注？我一個人嘅力量都係非常之有限嘅之母。殘酷嘅事實就係，好多人實際上冇咩幫到手嘅原因就係，佢哋日常生活都會話啦，係啊，我同唐人超過98%嘅時間都係講緊華北語噶啦，我都講慣咗華北語，冇啦啦講祖語。你玩死我咩？就係有呢種咁唔負責任嘅心態，你教我啦，你教下我究竟要點樣推動祖語啊？就算我咁鬼好彩啦，我可以生活到1000歲、10000歲都好啦，都係教翻祖語噶啦，都係死喺呢個咁唔負責任嘅心態。既然長輩都俾我功課，話要我表明我反對紅姐濫交，咁樣我同樣都有功課要交俾你哋做嘅。如果唔講，唔嚟都嚟咯。究竟我哋點樣表達呢句話呢？試諗下，你可能山長水遠去打六甲，要揾一個好珍貴嘅餐廳食嘢喎，但係冇諗到嗰間餐廳咧，嗰日事頭又唔喺嗰度，員工又唔喺嗰度，所以等於係冇開咯。咁你又兜兜轉轉揾咗另一個餐廳，可能睇落去好簡陋，冇咩特點，你哋可能就會好隨口咁講噶嘛，唔嚟都嚟咯。不如尤其試下呢度嘅菜式點樣先啦。咁我問下啦，如果用呢個唔嚟就嚟咁生活化嘅說話，究竟要點樣表達喎？